偏向老早，一久无听到你的声。我来啊，新年容易哦！新年快乐！日日好，人日无烦恼。好，咱线接来读1646年7月12、13，边队阵Gordon Gans 后来挖靠栈桥要来装载存落来货物，有一只篷船对北部的淡水来吃，做14个死仔人，载有80道水。93张落坡，77领水落坡，153领即个山羊坡，79斤的鹿仔骨，甲一个70斤的大鱼。今仔日阮收到下设商务员老爸对淡水寄来一张批，日期是本个月5号，内容主要如下。毋但加马兰的人以及南部及淡水以南的人，到今拢还未立即个共识。虽然因当中有一寡村庄以早捌答应讲要立，但是甚至讲普卡尔的人嘛毋肯搁再转送阮的批吼，除非是先支付代价互因等等吼。本个月13号，有一只篷船对死仔载着一寡杂碎来即个过人，但是还未有船只对死仔来淡水。最近被商务员哈伯先生对过人派去多罗湾，要去遐住，并且去遐找黄金的原产地的迄两个士兵。伫顶个月最后一天转来淡水报告讲，因到多罗湾了后，随去该村庄的长老遐，尽可能来向因来说明前来的即个原因啦吼。歹势，只敢若讲是为了要来证实阮的友谊等等吼。所以无讲要来找黄金啦吼，讲要来证实阮的友谊吼。因却回答讲，因毋愿允准任何荷兰人来含因带做伙，因为荷兰人来遐只敢若是为着黄金尔，一旦找着黄金，就要危害因咯。哇，算巧人吼。因嘛无打算要交来讲说。颠倒是一再表现，敢和荷兰人相款吼，像一个查甫人安尼拼斗底的勇气。因为即寡理由，所以上述迄两个士兵就离开，经过加马兰地区转来了吼。多罗湾，我较早就是知影讲多罗湾就是讲。回联遐啦吼，但是毋知这是毋是吼，应该是啦。因4月去命令迄寡村庄爱缴纳贡社，迄寡村庄有一寡愿意，其他拢毋肯吼。阮也收到下属 John James Vandenberg 对 B 男所寄来一张批，日期是本个月8号，内容如下：首先。关系到迄两个透视卡党人被抬，以及一个查某人伫基伦堡楼被抬死的代志。即寡代志，阮伫4月28号已经有记载。该下属经过进一步查询了后，发现讲迄是事实，但是造成迄个事实的原因，还无法度知影，因为河水。涨悬起来，也袂当去迄寡村庄去调查。德罗马村庄的人最近摕22领水落坡
要来卑南遮交勒讲说，答应讲将来会和其他村庄共款来和平相处。欠纳的即个欠的即个讲说吼，也会来纳。因此，伊也将一支quyền汤来交互因的长老，并且督促伊爱如此行。6月27號，伫卑南庄年，有一个妇女将伊的两个囡仔相生啊来杀死。因此呢，该下士就质问伊为何来杀死伊的囡仔。伊回答讲，因为一个查某人同时生两个囡仔是违反因的法律的，因此嘛袂当互因活落来。此外，伊阁讲，这算第一道听到了吼。伫卑南遐的原住民吼，卑南遐是倒位啊？台东是啥物？鲁凯哟。好，此外又阁讲，最近有3个 Supra 的原住民被住在沙巴的迄个士兵派去马太湾去邀请。互村庄的人来缀合，但是因回答讲，因和 Telaroma、Pisuwan、Tawalong 甲 Pazilao 即寡村庄的人联合起来，因的力量有够通来对抗荷兰人，所以毋肯来缀合，颠倒是爱挺下荷兰人去找因吼，等等。好，结束。7月14、15。阮无用你为面对船舰10号来装即个存落来荷尔蒙，像死啦、落婆等等。该船伫下晡满载着荷尔蒙，搁再去停伫一个海楼顶，有一只篷船对打狗来食。坐6个人，再有305片大甲细长的帮，也有4只篷船来自西纳沿海，合计坐有86个西纳人，再来余下的荷尔蒙，一订的黄金508篮，又搁377担的冰糖，18包的抹布，200担的棉环，298稻米，435篮的砂糖，2包空眼布，9篮面粉，17担白蜡，甲160箱棉帽，棉的帽仔啦吼。7月16，早起含以后规工拢是好天气。下晡要送去日本的物件，伫拢托了后，伫2岁年签名，并且伫咧沿岸要含这2只船的主管来施行。7月17，好天风大部分对北边吹来，边落船舰10号以及快艇 Brunswick 号拢趁着起风来起定，及时来出港。上述的边落船Brunswick 号遵照本国月12号决议要航往日本，毋是边落船是甲10号要航往日本，而即个快艇 Brunswick 是要航往平湖群岛，有下列的船社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坐有237个人，就是有一只篷船对北边的淡水来，再有26稻米，20稻水就是水啊吼，咱昨午伫咧看即个字吼，树啦吼，16领的水落婆，83领的落婆，56领的山羊婆，40担咸鱼。有一只篷船来自南坎溪，再来1600领的落婆，4篮的鹿仔肉，70领的山羊婆，甲2担半的鹿仔骨啦吼。有7只篷船对西纳沿海来，合计载有下列的货物：773篮棉环
344若砂糖，100担的暗门涂，150担的盐，5000倒虾，19稻米，150个铁蛙，35担的糖浆，180捆的茶棒，42篮的乌糖，114袋小麦啦，小麦，9包的茴香，72大罐的鲜仔麦仔酒，110篮面粉，160包薰草，甲117篮冰糖。7月18，相当好的天气，风游员是对北方车来。早起阮还阁看去昨出航的迄两只船伫即个港外海上，但是下晡就驶出阮的世界咯。今仔日阮写一张批去淡水，互下设商务员努白。批呢按照本国月12号的决议命令，迄寡主管，抑阁有该地区相关的其他的命令，命令迄寡主管，甲因驻军当中破病上严重的20个人送去归人。该因伫病情上严重的几个月中，或者是按即个该因，这是什么意思？加一字的款，就是因伫病情上严重的几个月中，或者是按照病情所需要的时间留踮咧遐来收养吼。此外，也命令迄寡主管一定要遵守商务员哈伯先生所指示因的迄寡临时的命令，是阮所同意过的。除非伫即段时间情况发生什么大变化，共款阮也写一张批去，互德参的士官卡斯曼。批呢讲，因为迄边即个病咧炭吼。所以，叫因尽量较紧转来遮吼，并且命令该士官卡斯曼吼，伫伊离开进前爱严格来，但是爱用温和的态度吼，来命令普卡埃尔村民一定爱尽量较紧来转送阮来往的批吼。以免讲将来遭受着什么苦楚，就是叫即个德参的士官去命令迄个退行送批即个村民吼，即个庄叫做普加埃的村民吼，爱继续送批啦吼。算即嘛好好讲吼，毋做以后要甲你处罚就对了。有5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76个人，载来余下的货物194篮砂糖、44篮乌糖、17稻米、112担盐、4篮面粉、500袋庄仔、48捆茶棒、6担糖浆、20大罐的鲜仔麦仔酒，甲9000袋虾。还有一只篷船对北部的淡水来遮入港，坐19个人，载有150袋的水、20袋的米、20领即个水落泡、30领山羊泡、20担的藤，甲5袋要结酒的纸。对上述的篷船，阮收到下设商务员努白对淡水寄来一张批，速期本国月14号，以及一张伫迄以前就是伫本国月8号所写来处对一张批的抄本，因为原本迄张批佫还未收到吼。批呢只敢若写一寡小可代志吼，以及一份今年伫迄边的村庄所收讲述的备忘录，迄寡叛变的村庄。如同士官卡斯曼的内批所报道的安尼吼，已经比以早佫较温顺吼。这无可怀疑，就是因为听到讲阮进前发动军队的消息来改变吼，变较乖就对了。7月19、20。
好天风对南方吹来，即几工阮伫咧法务议会里，无用处理一寡刑事案件甲民事案件。7月22、23，风甲天气愈动。昨昏，今仔日由议会代表伫即个市镇里视察落坡交河的情形，并且通知民众，所有落坡拢爱交予公司。7月24，袂歹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早起看2只荷兰船伫咧即个港岛西南方约3里的所在，但是因为受到潮流甲无风的阻碍，所以今仔日无法度来入港。有一只篷船航往澎湖，坐15个人。只敢在地层门，也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50个人。载去余下的货物：3篮的鹿仔肉，20捆大的沙鱼，16篮的大鱼，100担的豆仔，甲7只活猪。7月2号，好天风对南方吹来。昨昏来遮的迄2只船，来即个港外停泊。天光的时阵来起订，要倒迄领港船来入港。即2只是快艇 Syrup 号甲避雷船 Psalm 号，2只拢是6月18号对巴达比亚同齐出航，合计载来总计达163900外毫吨的货物。但是上次迄只快艇入港的时阵，因为该船真特别是无好驶哈，不善航行，应该是无好驶哈。约落伫咧港岛中途偏去北线尾沙洲遐去伫遐坐底吼，煞接去压制伊的即个定吼，忽然间被即个阵风吹去水深9尺的海水，涌真大的所在，非常危险来停伫遐。阮随采取各种应变的办法，准备船只用区人员吼，要随去帮站迄只快艇吼，要互伊搁再浮起来。但是因为该船附近大涌，涌非常的大，地壳无法度来落伊所在的货物，因此呢，即几工拢无法度通斗相共。今仔日收到4期是今年6月18号的东印度议会议员阁下的来批。今仔日伫全体议员面头前来开即张批来宣读，对该批来知影下列的代志。去年甲今年对此地应该是啥物所在？台湾遮个吼。甲其他的所在出发航往巴达比亚的所有公司的大船、快艇甲避雷船，拢已经平安到位了，俄罗上帝。但是今年2月初1号，对遮所派去马尼拉的阮的海军，捌伫咧后来3月16号，含伫咧该海岸附近，对2只西班牙的大篷船含4只作战用的篷船。拍过海检，因为看到雾离可图因此就转移方向，航往巴达比亚。伫咧5月21号嘛平安来到位。今年已经有2只大船对祖国来到巴达比亚，感谢万能的主宰，还佫有16只，无后会佫倒来吼。也听到互人真欢喜的消息，由Crook 阁下所指挥的归国舰队已经适时转来到阮的国家，就是已经照时间转去荷兰了吼。原来写怪怪。也知影讲欧洲各地的战争也佫拍甲相当的激烈。这毋知是啥物战争，我看下对主角有写。下对主角有写吼，就是80年战争甲30年战争的结尾。
丹麦甲斯威顿停战，丹麦甲即个瑞典停战是1648年咱即摆咧读1646年嘛虽然1644年开始谈判，总算伫1648年以来缔定即个 Munster 甲 Westphalen 的合约，但是双方的敌对行为还是继续咧进行80年战争甲30年战争。也知影讲欧洲各地的战争也拍甲相当的激烈，不过丹麦的国王甲瑞典的皇室联合起来咯，就是讲毋是讲帝和是1648年嘛，基本上1646年就已经知影。好，咱继续看。伫巴西，葡萄牙人扮演去掠地上的主人。巴西就是后来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嘛，派强大的军队去遐登岸攻击，因为我方的人挑工要违背所订定的契约，甚至违背名声甲信誉，因此败退该处。地主卡布圣奥古斯丁因为背叛而被夺。互因就是互即个葡萄牙人成做迄遐所有变地主人，这是对巴达维亚来的消息啦算伊报道全世界的情势伫巴西所发生的就是这代志虽然是安怎看无介有，也知影讲上述的国下。捌伫咧今年3月15号对巴达维亚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所包括的船只有1、2、3、4、5、6、7、8只船则有700个人由司令官 Martin Gerrits Fries 来指挥航王吕宋沿海，要去马尼拉头前甲附近来作战，进一步要来封锁该海岸。为着即个目的，还佫有4只到5只的大船会对巴达维亚军岛前去。头先我就讲，敢若7只船佫有4、5只要来迄时大船 Snook 号甲 Junker 号将会航来阮遮。阮遮是倒位啊？毋知好，拄则这7只船咱来看强大的即个舰队派去菲律宾遐威索号、Snook 号、Himskirk 号、雷帕号、Jonker 号、Braxkes 号和客户船叫做 Vischer 号讲其中这 Snook 甲 Junker 会航来阮遮，阮遮是指应该是指台湾吧。公司伫咧西兰的状况无好，我方人员甲该岛的国王瑞亚辛加作战惨败。遐厉害，拍荷兰人拍赢。巴达维亚当局嘛派151个士兵。坐上述的快艇甲变地船3号来补充此地驻军。最近阮对此地，即此地拢是讲台湾啦最近阮对台湾遮派出即个人数的士兵去马尼拉，有一只篷船航王西南沿海坐17个人，载有36篮螺仔肉、29篮蚵仔、5篮的虾仔，甲7篮的大鱼。我啉遐水。
7月26好天，今仔日含早暗，无用你对快艇 Syrup 号来落雨，并且先将现款来载入即个城堡。下晡便对船3号平安来即个城堡下面才停泊。俄罗上帝，也有一只篷船航往平湖，另外有一只航往西南沿海，拢敢若载底舱门，合计做97个西南人。7月27，7月要结束啊！吼。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对人远吹来，含昨昏相像，今仔日嘛继续无用你对迄只靠潜的快艇 Syrup 号伫咧周全的监视之下来落迄寡重要的号码，希望互该船伫咧所有人的努力甲即个有利的天气之下，搁再浮起来。毋过因为水浅，而且海涌继续咧拍吼，所以互即个船还阁继续踮遐客条的袂引动吼。便对船3号嘛来外靠栈桥来落下，为着本馆所载来的货物吼。有一只篷船航往平湖，即敢若载底舱门；也有一只航往芒港，载有30多米，合计做16个人。7月28，风甲天气如同昨昏，阮继续无用你对迄只靠潜的快艇以及迄只便对船3号来落雨。阮嘛写一张批去交互一只西南人的篷船，早去平湖，互快艇 Brunswick 号的主管用来调回该快艇，因为今年无几国大船会来遐。不过爱先来载大批石头，然后再转来台湾遮。伫咧法务议会呢，阮也无用咧处理几件刑事案件。有3只篷船航往平湖，即敢若载底舱门，合计做34个人；也有2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2只拢各做58个人。再去98篮的鹿仔肉甲30担的蚵仔。3队呢，有2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做有98个西南人再来余下的货物：300担的阿门头、55枝条仔。190捆茶帮，68担的盐，甲8700袋虾，也有2只篷船来自平湖，拢是载石头来的，合计做37个人。过来7月29、30、31吼。继续舒适的天气，方向多变，阮也无用你对便对船3号来落雨，尤其是要搁较无用你对迄只快艇 Syrup 号来落雨吼。希望会当安尼，互迄只船伫咧雨落了，会当伫即个好天呢来浮起来，驶离开迄个沙洲吼。愿上帝来保庇。为着即个目的，也已经将迄寡主要布料甲其他的粗货以及大炮拢搬出来，放伫咧陆上。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3个人，载有45担盐、22篮的冰糖、40袋茶帮、3500袋虾，甲20捆的粗灰仔。也有2只篷船来遮，来自即个平湖，合计做25个西南人，载来18只牛。也有一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做44个西南人，载去104篮的大鱼、16捆的沙鱼，甲3篮的鹿仔肉。好，7个煞。好，8个嘛是浪工几啊工吼，所以读足紧的吼。8月初好天。整理好什么意思啊？叫整理好天气什么意思？整理好天气。俄罗上帝应该是规工好天气吧？因此呢，要来甲即个快艇 Syrup 号，就迄只靠近的船物件要甲落了吼。即个工作会当来顺利来进行，好天嘛吼。下晡看见即个城堡西南方的海上有2只船。要暗嘛，就来航军来到遮咯。有下日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合计做有56个人，
就是有一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载来50担盐、19袋米、12篮乌糖、200捆的陶罐，含即个400捆的茶帮。我查一下陶台语要安怎讲？陶罐的陶啦，吼。古即个汉字是读做窑，或者是陶。陶，但是遮土肥烧塌、肥窑、烧肥、油焖、快乐、正直、养饲、利士。陶也是窑。看一下大理大书店。陶，利士哈，陶什么意思？陶大沙，鬼色陶。好，我来看即个所在吼，遮讲请人去办陶的陶器盘吼，这是规则安尼写，叫做凿盘，毋捌听过。有起起来，即个陶器的声吼，叫做切。陶器顶有离痕吼，读做含稀。譬如讲含稀碗、含稀声，就是你若碗有离痕啊吼，含稀。我毋捌听过呢，我嘛毋捌听人安尼讲，但是这含稀喘气的时，咳嗽，叫做不时地含稀生命，含稀也是含稀啦吼，偏音嘛会使吼。你真含稀，正事办袂来。你真含稀无灵就对了，含稀。所以含稀有，譬如讲碗离痕的即个叫做含稀，喘气咳嗽叫做含稀，做代志无灵吼，含稀。加减看啦吼，因为我咧看讲即个陶器，你看伊即个大理大书店的规则内底，足侪就写陶器，问题是就无即种讲法啦，所以我就好，陶瓷的破片破遐吼，叫做好片，即个我敢若捌听过啦，好片配吼。阮讲好片配，烘炉灰啊 ，OK， 来做掉。大理大书店规则陶器灰啊，就是陶器，所以不管是瓷器、陶器，拢叫做灰啊。所以这就是我感觉怪怪的所在吼，就是台语无分嘛，无分瓷器甲陶器安尼，拢叫做灰啊土。
古早的陶器叫做古灰。好，真正就是安尼吼，就是灰尔吼，无特别的讲一个叫做头安尼吼。好，咱继续转来日志遮继续看吼，200罐的灰仔罐，我就伫遮安尼读啊吼，含400捆的茶包，有3只对打狗来，再有270担茶，200袋茶包甲40担茶鱼，有2只芳船对片湖来，再石头来。8月初2，晴朗舒适的天，风对南方吹来，昨看见的迄2只船，趁着风航来，利用适当的迄个海流，试咧讲要入港。这2只船是对暹罗来的平底船，渺曼号甲卡贝尔号。但是迄只平底船卡贝尔号伫咧驶入即个港岛的时阵，搁去靠前一段时间吼，搁去调的吼，然后又搁浮起来，搁再驶往海上，因此今仔日只敢若有渺曼号来进入港内。这2只船是伫咧6月28号来航离开暹罗，再来总价值9397毫吨的货物。有155 Laston 的米，300罐的椰子油以及所需求的材料，拢是为着本馆所载来。对下设商务员 John Van Muyden 是该馆的主管吼。伫咧上述日期写伫上述日期的内批，阮知影讲平底船 Burkhardt 号和Koenig 和 Van Polen 号伫咧顶上述的日期，载着价值39000外毫吨的货物对暹罗出航前往那加萨基，也知影讲公司伫咧暹罗的状况也算袂歹，感谢上帝。但是，已经过身的上设商务员 Isaac Modergic 先生，原本是迄遐的主管，伫咧今年1月22号被公司的奴隶来偷死，甲用毒甲偷死吼。过长日死亡。去年12月有7个被掠的荷兰人对堪布迪亚逃亡，来到遐报告讲，堪布迪亚积极咧备战。该国的国王已经派人准备好27只船，其中2只是300 Laston 的大船，按照荷兰的方式咧建造的。即款船显然是要用来对付暹罗国王。伫暹罗也因为即个消息来大咧做准备吼。因为迄只快艇 Syrup 号互阮非常的困扰，虽然讲竭尽所能，我记是叫做较尽所能吼。也是阁袂记啦，查一下好啦。竭尽所能，无用10天到12天，到了个海水大阴，还是无法度通浮起来。对各种状况看起来，要派该船航往日本，还阁爱大来个修理。因此呢，今仔日决定讲，平底船3号伫咧伊对巴达维亚载来货物以外，要尽量较紧装上所会当装运的大量的糖、落皮甲抹布等等的货物，互伊满载，莫阁停候任何的船只，随派往那加萨基。也想到讲，无应该甲伤济的资本冒险放伫一只船里，因此也决定讲要甲本来打算要装入即只平底船的一寡丝甲一寡丝布留落来，放踮咧厝底，等后一帮船再搁送去。要来按照情况来分装伫咧各船，
有3只芳船航空偏湖，只敢若载有地舱软，合计坐33个人。有下列的船只对几个所在来遮入港，就是有一只芳船来自偏湖，载有小圆石，坐7个人；有一只芳船来自 Dorenap， 载坐9个西那人，再来110担的大鱼，7篮的鹿仔肉，甲296领鹿皮。有一只芳船对西那沿海来坐13个人，再来30担的盐，20捆长的茶帮，500袋的庄仔，甲15袋米。8月初3，暑气的天气，风对海上吹来，比对阵较北的河就趁着风进入来即个城堡下面遐停泊。今仔日阮伫咧法务议会里真无用咧处理几件情节重大的刑事案件。8月初4，风甲天气如同昨昏，犹原像即几工，还阁无用对迄只船只，着Sam号甲 Syrup 号来落雨。今仔日也甲昨昏判决的罪犯伫咧通常的时间甲地点依法处刑咯。经过个17号派往偏湖的快艇 Brunswick 号，今仔日也转来遮来入港咯。俄罗上帝。8月初5，好天，风对北方吹来，有4只芳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坐有107个人。再来下列的货946篮的砂糖，293袋米，136担盐，78罐大罐的甲1000罐细罐的即个西那麦仔酒，16袋小麦仔，3篮卡眼布，120个铁钉，140包薰草，20罐油，26袋豆仔，54捆棒，1担钉仔，20包抹布甲50担的白蜡。8月初6，好天，风强烈对南方继续吹来，因为海上的涌真悬吼，所以真侪水溢入来倒位啊？应该是互迄只靠浅的快艇 Syrup 号经过真大的努力，应该是讲涌真大，所以水溢入去即个Syrup 号内底吼。经过真大的努力，并且借着即个强大的风力吼，俄罗上帝总算阁浮起来脱离迄个沙洲，但是也有相当的损害。今仔日收到学习上有员老爸对淡水寄来4期本国个2号的一张批，以及4期7月17号的一张批的抄本，该批的原本还未收到，内容主要是你讲逮捕一个名叫做拉玛的凶手，伊是卡达的村庄的酋长，伊甲伊兄弟的后生一个年差不多16岁的少年人拍伤无偌久了后死去。几工前有一个伫咧加马兰的村庄 Kibalo Sino 炸着1320磅的米去遐。应该是讲去淡水遐啦吼，缴纳公社，但是伫咧该地区的其他村庄拢犹无意愿要纳税。对此，老爸认为讲原因伫咧毋肯长途搬运迄寡公社的物件，较侪伫咧缴纳迄寡公社本身，就是讲老爸认为讲因所以无爱纳是便大搬即寡物件搬到遮远啦吼。因此呢，阮也会当考虑要按照几个村庄家己的提议，将来应该伫咧适当的时机派一只芳船去新港溪，去对迄个所在的原住民来收取应该纳的公社。安尼就无可怀疑，将毋但会使互迄寡人感觉较安宁，也一定会互迄寡原住民愈来愈愿意来捐献。捐献到这边。俄罗上帝淡水的情况已经有好转，比旧年较好。驻军当中狗的病情上严重的，伫咧最近照阮的命令来送去几个人遐收养，有3个人最近死去，剩下的人拢真健康。
因也无用伫迄个碉堡南边建造一个竹仔，用竹仔起的即个厝，要用来藏迄寡贡色，并且要用来接待外国人。以后也要踮咧迄内面来举行地方会议。有一只高野船对打狗来到遮，坐6个死仔人，再有900片的茶帮。8月7號，好天风对北边吹来，下晡迄只便推船3号已经满载好远，去停伫海楼顶。便推船米尔曼号接着来。煞接来挖靠栈桥，即只3号呢，积极咧准备装上甲水甲其他的私用品来装起哩，要遵照本国个2号的决议要航往那加萨基。8月初8，1646年8月初8吼，早起含以后规工风浪对海上吹来，快艇 Syrup 号就趁着风伫咧中岛来到即个。城堡下面遮来停泊，今仔日开始对便推船米尔曼号来落米，甲其他上落的货物。有4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有218人，载去余下的货物。300多的佛罗摩萨豆仔，85篮的鹿仔肉，30篮的大鱼，30篮的蚵仔，29篮虾仔，1000捆的藤，385担盐。2篮的沉香，111布鲁顿的硫磺，一个布鲁顿是25公斤吼，所以111就是2700外斤啊，2700外公斤啊，两档尺。6担的蜡，33担的水牛角，加6担的大香木。8月初9。炎热的天气，风对南方吹来，即嘛热天啊吼，8月啊，无用咧修理即只快艇 Syrup 号，要互该快艇会当像落雨以前安尼，搁再装一寡要去巴达维亚的货物。今仔日有5只篷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坐有140个人，载去余下的货物。15担盐，1担面粉，39篮鱼，40篮蚵仔，8篮虾仔。15担藤，12担提炼过的硫磺，110担无提炼过的硫磺，162担盐，1327斤水牛角，85领牛皮甲8刀的木香。8月初10。8月10號，温暖舒适的天气，风向多变。有一只篷船航往打狗，要去载茶。也有2只航往偏湖要去载石头，合计坐有30个死仔人。也有一只北上的篷船对德灿溪来遮入港。德灿溪应该是拢是讲头前溪啦吼，坐8个人。再来450领鹿皮甲189斤鹿骨。士官卡斯曼就是阮德灿社即只头一个长官吼，新德官第1个官长吼。卡斯曼虽然破病，也带领伊的部下来坐上水的篷船转来取地。所报告的是，大体对以前陆续有对淡水受到内批已经知影。这是你写啥？你看无？伊阁讲，普卡埃尔村庄游玩是毋肯听命令，就是毋肯送批就对了吼。普卡埃尔之前讲叫即个村庄的人来送批，显然若无动用武力，因是袂顺服。此外，卡斯曼嘛认为讲，长途搬运迄寡贡色对迄个地区的原住民来讲，是比缴纳贡色本身还阁较麻烦吼。因此，伊和诺贝先生的想法是相款吼，认为讲爱派船去德灿去收啦吼。收拾啦吼，安尼情况会搁较好，莫叫人家己用行个甲你送过来吼，你派船去收安尼较好。下晡要送往日本的物件，
拢托了后，伫个议会里来签名，并且含比雷船3号的主管识别，以便因明仔载会当早起会当出航前往长崎。8月11、12，风甲天气如同昨昏，无用伫装要运往日本的货物去快艇 Syrup 号顶头，也无用伫对比雷船米尔门号来落米等等的物件。早起比雷船3号来起定，趁着早起的即个水海流吼，来顺利出港入海，趁着早潮啦吼，是安尼写早潮啦吼，顺利出港入海，渐渐来驶出阮的世界。有2只篷船航空偏航要去载石头，合计坐28个人；也有2只篷船航空西南沿海坐47个人，载去陆下的货物，14篮的鹿仔肉，31篮蚵仔，6篮的咸鱼，56担半的盐，6担的木香，甲1担象芽。8月13，继续好天，风对东南风吹来，有4只篷船对偏航载石头来遮入港，合计坐有40个人，也有下日的船只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坐有140个人。就是有1只航空偏航，只敢若载地床卵；有1只篷船航航北部的淡水，再有3篮空眼部9担咖啡色的糖吼，或者红糖、乌糖啦，150包薰草，3担的面粉，5袋的烧麦，甲100罐的鲜仔麦仔酒，也有3只篷船航空西南沿海。合计载去陆下的货物，31篮鹿仔肉，22篮蚵仔，33篮大鱼，6篮牛皮，30担藤，12担鹿骨，75担盐，甲17包咸沙鱼。去年5月17号，福尔摩沙议会就已经决定要伫台湾的南边来建造一间妇女的家楼啦吼。但是呢，到当拢因为因故延期吼，延前到当吼，所以伫今仔日搁再一次来决定吼，因为互人违反的迄寡严重的长期生活又搁开始活动起来咯吼，所以伫今仔日搁再一次来决定，上述的建筑物就是要归查某人的即个家咯吼，为此所需要材料已经对没收的物件当中来收集，将伊伫个最近开始来起造，因为有几个公司的职员甲自由民伫处地荷兰人的无远呢，就是即个毛阿波啦吼。按照规定的价数，以32号的价数来买几个有即个有拱顶的墓地，这是什么意思？墓地阁有拱顶，好，并且已经付清吼，因来向阮请求发互因所有权证，因此嘛决议讲，阮将会发完整的所有权证互即寡人，并且爱发互付清上述金额为此来申请的所有的人吼。即段意思是讲，然后拿钱要来买墓地，拢要发所有权证互因啦吼。也决定快艇 Syrup 号该船现在已经修复，并且已经装上伊大部分的货物，要尽量较紧对巴达维亚所载的货物甲装起哩吼。嘛要伫个比对船米尔门号尽量较紧装上要载去日本的商品。这个米尔门呢是对上路遐载货物已经大部拢落了吼。但是要载去日本的商品吼，内底死爱按照资金的比例来分装伫即2只船呢吼，以便一旦准备好，就要改动另外一只来航往长崎。因为每一年此地在台湾遮拢会欠米啦吼，因为西南人数太侪吼，而且阮需求的50拉斯顿的咸糯米拢无法度全额来供应。因此呢，阮就想要请求长崎的公司当局供应200拉斯顿即个
气壳的日本米，米就是无壳啊，这是写啥？给这个脱裤子放屁就是安尼嘛。好了，歹势，继续。由公司来承担风险，再来维护自由民，互公司会当得到上大的利益，并且方便处地的居民。8月14、15、16，继续落好的天气，至到迄寡船只落雨、甲装雨，拢受到妨碍。有3只帆船航往西南沿海，合计做113个人，载去陆下的货物，48篮的鹿仔肉，20篮的蚵仔8篮大鱼1030捆藤，21担盐甲22包鹿仔骨。可尊敬的教会议会由该会议长牧师 Van Bryn 来议会向阮展示该会记录的2份札记。以及一份由牧师 Johannes Haber 所编辑，用来问答的方式所写，关系到实践基督徒生活的教材。咱伫个过年的时阵吼，有一天咱读敢若差不多2点钟的即个荷兰时代的教育吼，内底有写足侪因迄当阵的上课的学生啦、教材啦吼。咱就敢若读一滴尔吼，其实迄篇论文搁后壁搁落长吼，有找机会再甲读了啦吼。上述的札记的内容，主要是讲原住民教导对迄寡通俗的问答手册，伫个多方面受到不良的教育，是啥物意思啊？那我搁读一遍吼，原住民教导对迄寡通俗的问答手册，伫个多手册啦吼，伫个多方面接受到不良的教育，伊嘛有早一份该手册抄本来互阮看，因此该可敬的教会议会决定，为着要互教会伫个福尔摩沙兴盛起来，顶面所展示的问答。牵涉到教理问答的第3部分，就是迄段阮所感谢爱以基督徒的热诚来甲伊编辑起来，以便经过阮的同意了后，以后伫个所有的学校来使用。好，我即马大约知影伊即段咧写啥意思，啥物意思？咱之前有讲着啦吼，就是讲。时间敢有够？剩2分钟吼，讲较紧诶。荷兰时代的传教会当粗分做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牧师叫做坎迪迪斯，甲咱伫遐踢到迄另外一个牧师叫啥？哇，我一时仔甲伊名袂记，就是即2个牧师，即个算前期即个阶段，主要因的宣教的方式，咱有讲过，就是较生活化、较在地化，吼，较活跳、较亲民，吼。所以，即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因所做的即种问答手册，吼，教理问答啊、教理问答即种手册，吼，因内底问的问题，毋是照因即个传统基督教的内容直接就抄过来用吼，毋是规个对荷兰迄边，还是对欧洲迄边，规本抄过来翻做。新港语来教，毋是安尼吼，因是在地伫个即只家己编，用因家己的方式去编问答，吼，可能问答的方式是足在地化，吼，所以即嘛就是安尼吼，伊绝对是有偏离原本的即个基本教义，所以呢，第2段咱拄仔讲2段，第2段的即个。传教的即个牧师就看了足袂惯势，伊无介意安尼，认为讲袂使
你就知，就算讲，甲即嘛基督教内底一直拢有存在即两种人，一种就是讲袂使偏离教义，一种就是讲你爱互在地人，还是你爱互人愿意接受啊？你人都无唔愿来，你是要讲到偌基本教义吼，就是即两种一直争执，一直到当落去，搁伫诶吼。所以即嘛就是讲，即第二期诶后半期诶即个牧师因就较无介意安尼，所以你看因甲即个物件直接摕来。投就对啦吼，家议会投讲，你看偏这啥物手册，通俗的问答手册，多方面接受到无，害即寡人接受到不良的教育吼，毋法度真正来明白上帝安尼吼，主要即段就是安尼啦吼。好，咱继续讨论吼。此外，该教会议会认为讲，咱超过1分钟，咱要剩最后一段，倒后咱个读了吼。该教会议会认为讲，老搁旧的即个基督徒教义问答的表格，吼，以前是由牧师 Robert Junius 设计，吼，拄则直直想会起来即个名，就是即 Robert Junius 吼，伊所设计吼，已经无下用吼。你看，你直接甲讲啊，讲恁这较早这偏的这袂使吼，这想法毋过，这袂使吼。因此呢，上述该会议长计划要请该会兄弟啊，就是即个。即个团队啦吼，重新设计另外一种更较大的表格，为此要来请求阮的同意。阮嘛对上述各点详细查问，也甲迄寡物件专心一再来阅读吼，专心甲即寡物件读过几啊遍吼，阮真戆影来听着讲，福尔摩沙人一直到现在也无有适应的教材。也真欢喜来看到讲新的问答手册已经编辑到安尼的地步，因此呢，对上述教会议会决定对因的骨力加以一个学乐，拢一致甲因同意咯，吼。所以会使安尼讲吼，即个第二段的即个宣教的即个阶段，会当讲是对即当中开始的，可能是啦吼，1646年即个。因为咱也无看到其他的记录，就是应该是对遮就开始啊吼。1646年，1646年，1646、1624、22年吼，就是荷兰人来遮过22年啊吼，啊，才3-8年后手搁再剩10外冬尔吼，所以这第二期无毋对啦吼，就是因这荷兰人宣教的第二期吼，伫遮。开始咯吼，开始，但是呢，以后你就会看到吼，其实因宣教颠倒伫咧第二期，煞无法度像前一期安尼，前一期遮尔进步遮尔紧，有遮尔侪人受洗咧，遮尔侪人愿意去学校读书安尼吼，而且我毋知影后壁咱读会读着袂啦吼，应该是会读着会感受着，就是讲后壁含即个原住民的相处，并毋是讲介和谐，吼，所以原住民对荷兰人其实有不满啦吼，啊，即个不满递到尾啊，即个而且讲你为荷兰人即个城堡为10个月哦，你看为10个月攻袂落来，但是呢，外口的即寡原住民表示啊，原住民徛悬山看马相趁嘛，你荷兰人，我无去甲恁斗相共，吼，这嘛是地主讲后壁荷兰人失去台湾的一个原因啦，吼，这以后咱看到咱再来讲吼。好，今仔日看到遮8月16号吼，1646年，咱。后礼拜咱再搁继续来读吼，啊，即礼拜咱搁恢复啦吼，礼拜我的礼拜啦，恁各位的即个礼拜暗时吼，咱搁继续来读，出师线，或者是迄本迄个荷兰迄个宣教的即个教育书吼，真趣味，其实足趣味的啊，但是找时间来读啦吼，我时间有限吼，所以就是安尼吼，啊有兴趣再来听吼。好，感谢各位。哦，芭比，你食笔记换了诚侪呢，我看觅啊。这拄则看过啦吼，肥啊啥吼。马文有写讲一门一门的有无辜，
我对来讲有拱顶的目的，我咧看无啥物叫做有拱顶的目的，我是看无吼。对，Robert Junius 吼，我拄则好，好啦，安尼到遮吼，咱来关房，感谢各位。